歡迎大家乘搭再見新巴開篷之旅，路線 H1B History of First Bus。一陣我會為大家聲音導航，分享沿途有關新巴同附近社區嘅點點滴滴。考下你哋先，知唔知道新巴標誌嘅綠色波浪係有咩意思呢？你哋細心啲睇睇，就會見到有兩個英文字母 NW。就係新世界 New World 嘅簡寫，仲想知多啲？跟我一齊出發啦！下一站金紫荊廣場，香港會議展覽中心。Next stop, Golden Bohemia Square, Hong Ko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Centre. 下一站，金紫荊廣場，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下一站，灣仔碼頭。Next stop, Wan Chai Ferry Pier. 下一站，灣仔碼頭。下一站，新巴創富道車廠。Next stop, New World First Bus Chongfu Road Depot. 下一站，新巴創富道車廠。新巴係1998年開辦第一日，就已經有新路線 8P 來往小西灣同灣仔。比當時城巴 8X 號線更快脆可以去到銅鑼灣。新巴當時睇準咗東區走廊快線嘅吸引力，之後以相近嘅路線開辦咗 2X 號線來往筲箕灣同灣仔，之後又將原本原電車路嘅8號線都改到東區走廊。太古城嘅前身係太古船澳，喺2戰前係亞洲區內最大嘅船澳，喺當年為英國遠東艦隊提供維修嘅重要基地，同時亦促進咗香港造船業嘅快速發展。而太古坊一帶以前係太古糖廠，喺上世紀20年代，佢更加係亞洲區內最大嘅糖廠，附近亦係香港汽水廠嘅遺址。知唔知汽水又點解被稱為荷蘭水？據說當年嘅汽水係由荷蘭商船運嚟亞洲，隨住汽水市場陸續喺香港普及，因此荷蘭水呢個名亦喺中華地區發揚光大。直至40年代末，香港汽水廠更獲得可口可樂授權，成為香港嘅特約裝瓶商。隨住造船業陸續式微，喺上世紀70年代，怡和集團將太古船澳拆卸重建，並將呢一帶重新發展成為港島區內最大型嘅住宅屋苑，於是就有而家嘅太古城啦。下一站，新巴創富道車廠。Next stop, New World First Bus Chongfu Road Depot. 下一站，新巴創富道車廠。知唔知位於柴灣創富道嘅新巴車廠有咩咁威水？威水史就多啦。佔地13000平方米、樓高共7層嘅新巴車廠，當年只係用咗差唔多約2年嘅時間興建，喺2002年2月正式啟用。而車廠嘅設計容量每日最高可以為1000部巴士提供維修同後勤支援。當年新巴車廠擁有最新最先進嘅設備，領先巴士業界。例如，車廠入口設有8套快速入油槍，每部巴士返廠嘅時候，只需要6分鐘左右，就可以為巴士補充400公升燃料，足夠行駛全日嘅路程。新巴車廠同時亦係新巴嘅行政辦公室。喺2003年，新巴母公司收購城巴後，
兩間公司合併同精簡部分後勤人手，但喺專營權嘅限制下，好多地方都仲需要分開以新巴同城巴兩間公司嘅名義嚟運作。直至今年7月1日，新巴同城巴正式合併專營權，未來將以同一個品牌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可靠、更高效率嘅巴士服務，繼續一致服務全城。下一站，城巴柴灣車廠，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柴灣校園。Next stop, City Bus Chawang Depot, DI Chawang Campus. 下一站，城巴柴灣車廠，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柴灣校園。下一站，啟力工業中心。Next stop, Kailai Industrial Centre. 下一站，啟力工業中心。下一站，筲箕灣。Next stop, Shao Kei Wan. 下一站，筲箕灣。呢度係以前中巴嘅柴灣車廠，係昔日巴士迷嘅朝聖地，柴灣嘅地標，同時亦見證住昔日香港巴士嘅發展。新巴喺1998年9月1日接辦咗88條原本由中巴營運嘅港島路線。新巴開業初期都係租用中巴嘅車廠，為當時嘅400幾架巴士入油同維修，直至2002年。我哋頭先經過嘅新巴創富道車廠正式落成，新巴就冇再用呢個車廠啦。而中巴廠亦喺舊年拆卸重建，準備發展成住宅及商場，未來將會為柴灣區內帶嚟全新面貌。筲箕灣巴士總站係東區早期嘅3大巴士總站之一，亦係區內最具規模嘅露天巴士總站。喺80年代，因應修建地下鐵路港島線同埋東區走廊第2期，政府喺橋底建造一個大型嘅巴士總站，將分散喺附近唔同嘅巴士總站集中一齊，成為區內嘅交通樞紐。呢個總站亦係新巴留下唔少車胎痕嘅地方。新巴開辦初期，曾經喺呢度舉辦過唔同嘅活動，例如新里程新巴，專為香港山頂15號路線而設嘅超短特矮版本丹尼士3叉戟嘅新車記者發佈會，以及 LV30嘅勝利2型光榮告別旅程，同埋 DM28嘅再見我的熱狗歡送之旅。而去到今日，我哋即將同新巴道別，新巴未來將會同城巴合併，成為全新專營權，繼續一致服務全城。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Next stop, Cross Harbour Tunnel Toll Plaza,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ham Station. 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頭先我哋就去過筲箕灣巴士總站，而家轉眼嚟到同樣係東區早期嘅3大巴士總站之一北角碼頭。呢度曾經係港島東嘅交通樞紐，喺未有海底隧道同地下鐵路之前，港島東同埋九龍東嘅居民如果要來往兩地嘅話，就要靠渡輪過海。當市民落船之後，就可以喺碼頭直接轉巴士去各區。呢度曾經係中巴嘅重要基地，設有大型站長室同埋休息室，附近更有中巴北角車廠同埋中巴員工宿舍。而新巴接手營辦港島區88條路線後，仍然保留相當有特色嘅圓形站長室，外牆更塗上新巴波浪紋色彩。但隨住北角村一帶拆卸重建，舊嘅北角碼頭巴士總站亦喺時代巨輪下被淘汰，納入重建範圍。
取而代之就係全新喺室內嘅北角碼頭巴士總站，為乘客提供更好嘅候車環境，唔使好天曬落雨淋啦。隧道口向來都係巴士公司兵家必爭之地，喺東鐵線未過海之前，每日返工放工時間都有大量嘅乘客喺呢一度轉乘巴士來往港島各區。巴士公司會安排大量加班車喺隧道口接載轉乘客，呢度同時都係全港最繁忙嘅隧道，所以每朝都會見到巴士排長龍。城巴102號線同新巴106號線都係前往維園至筲箕灣嘅主要路線。昔日新巴同城巴競爭嘅年代，前線同事都用盡方法，務求爭取最多嘅乘客坐自己公司嘅路線。喺新巴母公司收購城巴之後，前線同事嘅工作模式由競爭轉為合作，昔日嘅敵人變為同事，能夠更加有效盡用資源，為乘客提供優質服務。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 Next stop, Cross Harbour Tunnel Toll Plaza,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ham Station. 下一站海底隧道收費廣場，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站。下一站星光大道永安廣場。 Next stop, Avenue of Stars, Wing On Plaza. 下一站星光大道永安廣場。下一站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太空館。 Next stop,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Hong Kong Space Museum. 下一站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太空館。下一站尖沙咀天星碼頭。 Next stop, Trim Shartry, Star Ferry. 下一站尖沙咀天星碼頭。下一站半島酒店。 Next stop, The Peninsula. 下一站半島酒店。我哋已經到達終點站，請離開車廂，拜拜。 This is the terminus. Please alight here. See you. 我們已經到達終點站，請離開車廂，再見。